后来乡亲也讲，病院即卖医生真欠，包括着急动症、心肌科、甲感染科等等，医生都无够。台大病院院长吴明贤今仔日参加着活动，以无期徒刑来比喻着急诊的制度所看出来的种种的问题。院长这4年来心情怎么样？很好啊，很好，多好。很好，很好。台大病院经过130周年院庆，院长吴明贤心情真好，因为最近部分的病院欠骹手，甚至医界龙头干嘛欠医师。婚宴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，但是总院目前都非常能力上还是蛮理想的啦，也不只是医疗的能力会欠缺啦。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应该是说百工百业都在缺的。工时长、负担重，特别是急动症，吴明贤感受上深。过去急诊是由内外科医师去负责，那这个是我常开玩笑说这是有期徒刑，但是现在急诊专科化以后，反而变成无期徒刑，所以都会有衍生一些制度上问题。欠医师伫个眼中，需要以病患的需求为出发点，重新设计制度，才会当治标佮治本。即摆连神经内科嘛欠人。过往大概都可以接近90%，或甚至可以接近100%，可是从去年开始就降到80% 不到。薪资稍微比较低，然后业务又很吃重，就会造成说，新的人不太想进来，那资深的人又希望离开这个环境。同款面临人力困境的，还有感染科的医师，实际上需要1300个，也过将区域的病院医学中心现职的感染科医师甲算咧，嘛500个尔，较无一半。当年新进的医师20个，比退休的人数更加少，人力继续伫流失。另外，胸腔内科的住院医师本来提供60个，也过敢若20个人申请，甚至南部病院连续5年拢无住院医师选择胸腔内科，人力成为病院要紧的问题。若是这个问题一直拢无解决，最后影响到的依然是病患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